Hello，大家好。周三咧有9場嘅跑馬地賽事啊，主要集中嘅途程咧1200同埋1650米嘅。加有少少雨，天氣都比較凍啊。到時場地咧有咩嘢變化咧，大家要留意啊。馬房方面咧，沈集成咧聽晚出馬好多嘅。姚本輝馬房咧，聽晚啲馬都相當之惡咧，我相信佢有機會咧追落後嘅。騎師方面咧，潘一哥咧就只騎4匹嘅啫啊。騎馬比較多嘅咧就係布文啊，布文咧騎足好似係8場嘅。麥道朗咧，聽晚嘅坐騎咧，亦都好多邊線馬嘅，亦都相當有機會咧打開佢嚟客串嘅勝門嘅。何澤堯咧，聽晚啲馬都比較惡嘅，有部分賽區。而家咧就賽事分析啊。第二場嘅5班嘅165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1號嘅魔法速遞同埋2號嘅旋風傳奇嘅。因為魔法速遞咧，今季咧連續2場咧已經係跑第2嘅。今次咧潘一哥揀翻嚟騎，排過5檔，亦都係今季出頭嘅最佳時機啊！咁2號呢隻旋風傳奇咧，一馬咧神操咧睇佢相當之 fit 嘅，隻馬咧就識睇班數嘅，一落5班就即勝嘅啦。4班亦都贏過，兜兜轉轉咧降翻落嚟5班，配個麥道朗咧係1號嘅最大威脅嚟。第3場嘅5班嘅12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3號嘅時間寶啊！呢時間寶咧轉咗姚本輝之後咧，2場嘅表現咧慢慢進步啊！賽前睇神操咧，隻馬相當之 fit 嘅，毛水都開始靚，今次排過2檔，有機會咧好中贏馬嘅。第4場嘅165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4號嘅加州活力嘅。加州活力咧已經係熱咗2場身㗎啦。上一場喺法國谷嘅1650咧，喺內檔咧阻到飛嘢啊，你當佢冇跑過。今次排過6檔，配翻贏馬拍檔布文，我相信呢隻馬咧有機會喺聽晚咧贏馬嘅。第5場嘅4班嘅10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2號嘅飛龍在天啊！呢飛龍在天咧，今季演出相當之穩定嘅。初出咧就第2，跟住轉戰法國谷1200米已經贏馬。上次亦都係法國谷嘅1000，亦都係跑過第3嘅。復課見呢隻馬咧相當之 fit 嘅嚇，側身當打馬咧，聽晚咧有機會咧打佢今季嘅第2場勝仗嘅。第6場嘅4班120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1號嘅添開心同埋8號嘅翠湖烈風嘅。呢場馬咧就一睇落去咧冇乜近績相當超卓嘅馬嘅。1號呢隻添開心咧，喺3班都贏過馬嘅。降咗嚟4班咧，上一仗嘅1000米咧就跑過第2啊。今次咧真情200。1200米咧，佢贏得仲多嘅，你有機會咧憑對手弱咧打開佢今季嘅勝門嘅。8號呢隻翠湖烈風咧，上季咧後邊咧健康出咗問題啊，今季復操咧全部喺從化嘅。睇兩科嘅試習咧都相當之好嘅，走勢啊同模式咧隻馬應該係養翻好嘅。今次季內初出，轉過嚟法國谷1200米，排過2檔，有啲賠率咧，憑質素同埋對手弱咧，相當之大機會咧一出即勝嘅。第7場嘅4班嘅1650米，我中意馬匹咧就係1號嘅醒目先驅，同埋7號嘅君志成嘅。醒目先驅咧就係麥道朗嘅私人坐騎嚟嘅。季初出嗰場咧，我都有跟進嘅嚇，可惜麥道朗咧揾唔切位咧，輸個馬鼻嘅。今次就降翻落嚟4班，
咁亦都發覺谷咧係佢贏馬嘅路程嚟嘅，10檔係10檔啦。咁希望董明朗咧做翻出好戲啊，幫我保重嘅。咁7號呢隻君志成咧，一馬咧就贏馬嘅時候咧就排2檔嘅，今次排過1檔，咁啊熱足身之後揾個麥道朗上去咧，沿途守個好位，直到出頭咧，我睇其他對手都幾難追到佢嘅。以上咧就係我週3嘅賽事分析啊。OK，拜拜。